咱看那到不管团长斯文嘅身份，本人感觉伊是系个无声无气嘅人。喺伊过顺嘅外表下，鬼难看得出伊体面嘛嘅。从身份安尼赤壁之嘅人，反应能力唔好，唔晓得用嚟同外界接触，无法度适应环境嘅变化，伊能抢睇自家嘅世界地位高一点。他要表达他的不满，或者是说不愿意的那种情况下，因为他没有语言方面的表达。他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，他就直接用智商的方式。他智商方式以我小孩子来讲，他是就直接头就打下去了，他就直接打太阳穴这个地方。有困难了解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只能想到他自己，所以他的行为全部都是以他自己的某一些利益去作为出发点。那你如果不了解他的人，你会觉得他自私，可是他不是自私。好，那他们很多像这种人际互动的东西，他必须要被教，必须要被指导，所以他在适应环境上面的困难度当然就比较高。像我们有的大孩子，我有一个大孩子，我已经认识他10几20年了，他到现在每次看到我还是递名片给我。除了讲唔晓得表达感情，赤壁镇的人对于家己的东西嘅坚持，唔系普通人比嘅得得。因针对某种习惯同行为模式的坚持，过多事情作为100都唔肯改变。像过好定查理呢，是得搞规矩的；也有过好公查嘅声音呢，佢也得台北市所有公查路线，甚至到台公查嘅查牌号码同司机嘅名相。比如说今天呢，我们带他从右边的这一条路出去，要到某一个目的地的时候，那如果这是第一次去，他不会有察觉什么异状。但是当你第2天，要去同样目的地，可是走的路线呢，你本来是从右边走，你现在从左边走，他的反应就开始有比较激烈的反应，他可能会哭闹。常常看门诊一来，那个小孩子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排一排长长的。这些在一般的孩子身上也会出现，可是一般还是可以被改变。好，你今天排这样，我帮你稍微动一下，或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。那我们的孩子在游戏上面的执着性就很高，他排一排，他会照颜色的分类，或者是字形的分类，或者是排你给他拿掉一块，他就不行了，就要崩溃了。以后方强势的客厅系脑功能障碍造成自闭症。自闭症者时常出现的情形，包括目珠唔会正面看人，目神也三计上唔会答人，听到也会很易无爱插，稍对垃圾车同天使嘅声特别敏感，语言发展有障碍，唔肯开嘴讲话，有固定嘅行为唔肯改变，好教会定嘅东西，好对输起的啥唔好踢球嘅。自闭症的人是得透过学习表现出正常的社会行为，不过对这条无写下来的社会规范，伊能都唔知爱用来应对，还个无法度了解病人的动作、反应同目神的变化，是代表乜嘅意思？人接触差的时候，我们定义是在于说，他有困难用肢体语言或者是眼神、面部表情去跟别人建立关系，去跟别人产生互动。好，是他在人际互动上面，他有语言，他在人际互动上面的困难，比较是在于他有困难去了解别人的感受。10多年前，大家唔知乜嘅係自閉症，咩冇做聊天呢？大多數嘅人會唔知，聲音嚟做乜嘅唔講話，做乜唔參與。22歲嘅身份，2歲嘅時節本醫生斷講係從衝突偏激衝突自閉症。王爸爸、王媽媽透過醫院、自閉症協會，甚至一般民間機構，本身份接受各種治療，只會有可能本身人嘅行為改善，一路去吃。就是要对这一类的孩子付出很大的耐心、时间，甚至金钱。那可是你获得的呢，可能没有，或者甚至说，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回馈出来的，也许只有那么一点点。可是呢，家长往往都是不放弃，我们就是必须要坚持下去。
那即便是只有一点一滴呢，它也是会慢慢累积啊。他会挣扎，会哭闹，会大叫，会自伤，都有。对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是建议，就是说，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说，妈妈一定要走出来，或者是爸爸，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你一定是眼中只有你的孩子，没有其他的人。身份更加已經使得天數做地位錄下嘅勢頭，甚至未為做通表態簡單嘅需求，也就看起來佢平常嘅動作，身份嘅野外沙得能20年，唔過也如係出得的，更加以為做聊天呢，使得本身人呢個做本人了解，咪個做實現社會。行業三重自閉症相能發展中心，一群天天的聲音呢睇上課，因為呢如果那睇自家嘅世界地位，外人常看得到名唔到，如從天堂嘅神的供養，一群細聲呢睇進行業地理解課程，而能需要比平台嘅聲音呢用過多嘅時間來認識另外共走。香蕉蹲，香蕉蹲，香蕉蹲完。阿 V 來到做療中心已經3年，今年6歲嘅兒看起來拍槍、疲累、鬼子靈嘅樣誒，更加都好係清好教無時限嘅時節，唔過23唔啲我用嚟同拼人教，對 V 來講遊戲係需要學習嘅，提高了學習當中以練習手腳協調，了解用嚟遵守遊戲規則，也改變也未清了解。其實他剛進來的時候是沒什麼語言。然後就語言這樣子，然後頂多一個字，然後他現在可以簡單的講一些句子，大概10個字以內這樣子。他現在比較活潑，然後比較雞婆，然後會幫忙做家事，簡單的。然後因為我也會放手讓他去試去做這樣子，然後以前不會。做療中心透過1對1的應用行為療法，訓練成人的了解，用嚟同人應對，也減少固定行為。同時利用視覺圖卡、加個字也的東西來探索，100個100訓練人能嘅應對能力。離開做療中心過後，功能性個位成人呢，去透過手，如是的同其他成人的融合。特別是中山國小嘅生活力通教室地位，也可以睇同同學練非洲鼓，配合音樂同節奏，打能鼓嘅咪聽同身體。按呢個音樂治療，訓練成人呢個手腳協調，同用嚟同同學合作，學習同人互動，係人哋一次愛學嘅功課。流量大數據哈，係互動式的，好，佢一定要攞拼音配啥呢來互動。好，然後兩位大訊號，其實會做反應啊。然後啲自閉症的小朋友呢，就得用鼓來溝通，慢慢地佢老大家融合在一起，還有其實會盡量用講嘅、用肢體交談的、用說話的方式跟大家溝通，這樣子。我們的小朋友經過這樣的課程，他們其實是在注意力或者團體的規則服從上面會有很大的進步，而且就是榮譽感的增進，讓他們更有自信心。一群國泰嘅成人呢，在睇線上嘅指導下，用心嘅雜誌盒嘅商業商品，個詳細嘅包裝裝箱。雖然動作唔係貴價，唔過保證貴優秀。喺一般加工廠團盤嘅強下做事，唔單止學到嘅做事情嘅技巧，咪增加嘅團拼人強下溝通嘅能力。對於能認真嘅學習態度，廠方團線上都感覺歸安慰。其實他們的小孩很好教。他們只要是固定模式，他們都很可以的。像這個都是單品項，對不對？他們這在學習能力就還不錯。那因為我們有收實習生嘛，那實習生可能是智能障礙，那可能有比較輕度的話語比較多。那在這樣子混雜的情況下，他們接受的一些語言刺激比較多，他們的語言會比較增加。來
到台北县赤壁镇向南发展中心，看问南轮天路主机有差有多，大白天路有问题，看问如何七家的苗栗出差上台北检查天路，爱将软体硬体路口唔满意。44时节，看问本医生断讲有中途赤壁镇同时归难医，不过路客人唔放弃，乃入去谈公演、查资料、请教专家，还为以设计嘅各种从感觉统合、自家安排嘅的训练，认真坚持同耐心，对素颜协调如何扮演来学嘅看问，各种嘅时节经过医生检测，竟然已经有一般人嘅标准。除了系路客人睇米集界团队付出，对天路嘅兴趣同专业，还个系本一次归位上2千个亿成功嘅行出去。当然可以做一些设定啊，然后让速度比较快吧，还有其他，还跟人家讨论啊，还有一些那个硬体之类的设定啊。呢度嘅朋友咩係天路有關係，佢咩鬧人哋朋友有同好嘅交情，嚇，就講人際互動，其實利用天路對佢嚟講，嚇，有個共同嘅話題啦，佢就會有啲主動性嘅鬧朋友聯絡啊。除了虛擬嘅天路世界，音樂咪係快樂嘅源頭。從這對音樂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兩兄弟，各位創下過後，佢有聽人欣賞，和家人客家音樂，尋到嘅清晰嘅出口。下嘅舞台表下賣鼓，拿起炮嘅小榴彈做歌種。只有做些嘅時節，佢先忙，通做也佢二頭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請問幾位？一個人。一個人。來到店鋪就聽人客，佢有禮貌，睇頭家娘嘅用心指導下，無論細本、幼童、處理事務，如果優秀。也能給先忙團用心，同好團人客如競選。他非常認真的，我非常希望，因為他一直有那個笑容的表情，真的非常友好的，非常好的。看他們進步，就是他們會專注，然後呢，他會知道收斂，啊，就是說，因為他以前他可能他沒有辦法，就是說去控制自己，但是他現在知道，他知道他。什麼時候可以講話，什麼時候該怎麼做？工作最快樂啊，跟那些同事們啊互動，他們會教我，他們會指導我一些技巧上面啊。更加是有4%赤壁鎮生人呢，是在太平人嘅指導下行業社會工作。唔過是會唔放棄，一群在野的天使，最裡面還係在避向自家嘅天空。每是有把握好年前嘅黃金治療期，讓是在天數有赤壁鎮的人，慢慢看過一山過一山看唔到嘅新標行業人群。